Hello，可唔可以同你哋做個 fit check 啊？可以。請自我介紹。我係 Wen J， 我係一個 dancer， 咁同時都係一個 marketer。係 Bobby， 我係一個 dancer， 另外都係服裝店 Radar 嘅其中一位主理人。分享下你哋今日 outfit。我會覺得好似一個顏色盤，有藍色、紅色。T-shirt 咧就係一個本地牌子叫擦係啦，因為佢個 brand 係 CAAT3。呢件咧就係 Adidas Original 外套啦、鞋啦、襪啦都係 Adidas。唔好意思，入邊件底衫就係 Radar。介紹下你個 brand 啊。專做正式衫，主要都係 comfortable 為主，打底正式單着一流。對於你哋嚟講，你覺得跳舞係咩呢？我係一樣誠實嘅東西，一個咁急速發展嘅科技世界上帶翻一啲真實嘅嘢。對於我嚟講就身體藝術咯。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哋最難忘嘅回憶呢？2年前 Red Bull 喺德國嗰邊到一個日本 dancer 最近都好紅嘅叫 Kyoka，form 咗幾個人一齊排舞，但係其實嗰晚已經係攰到癲。嗰晚係成晚冇見過佢，由7點幾 form 咗個 team 去到凌晨3點，我都瞓啦，佢都未翻嚟。之後第二日佢就同我講話練到凌晨，跟住朝頭早起身佢又唔見咗啦，再去練咁。即係佢係 push 得好 hard， 但係都係一個好難忘嘅一個比賽。最尾我哋嗰隊 team 係攞第2嘅。咁其實你有冇諗過，其實自己會贏到香港區冠軍？當年係冇諗過贏到香港區冠軍。我喺荷蘭嗰個比賽一次，跟住去咗德國，亦都去咗嗰個比賽一次。德國嗰個我係有種遺憾，我係點解過唔到？但係我睇個選手嘅水平，其實我覺得我可以過到。完咗德國嘅比賽，先再翻嚟香港參加香港 Red Bull， 睇所有嘢都開始睇到。唔緊要啦，平常心 OK 啦。你覺得 Red Bull Dance Your Style 對 dancer 嚟講嘅意義係？我唔知其他 dancer 諗法啦。Red Bull Dance Your Style 係第一年喺香港搞嘅時候，係觀眾做評判噶嘛。街外嘅觀眾、專業嘅觀眾、跳舞人咩人，佢最尾都係 fall 俾你贏。佢可以俾我自己知道，都有咁多人中意我自己跳舞。最欣賞對方嘅一點，佢嘅優點實在太多啦。咁樣咧，我要少時間消化。當初會同佢一齊嘅時候，的確係因為中意佢隻眼嘅，因為佢隻眼笑起嚟好似隻腰果花咁樣。望到佢哋就想笑，咁啊就好多嘢就，算啦。我覺得佢係就係一個好特別嘅人咯。講完，即係同佢一齊就係開心。咁你哋有冇啲夢想會踏上嘅舞台？想同陳奕迅合作，佢個人有咁上下年紀，亦都有咁上下 experience， 咁同佢合作應該會令到我會有突飛猛進嘅進步。即係我冇話有一個好特別想合作嘅 artist 或者舞台呢一刻。佢有㗎，我幫佢講。佢而家合作啲 artist 啦，Fing 四子啦 ，Bira、阿 Lockman、AK、Frankie、Elton， 希望佢哋4個上咗更加大嘅舞台啦，再大啲嘅舞台啦，咁你就可以再有更加多唔同嘅資源再合作，更加大嘅舞台。咁你哋會同一啲年輕一輩講啲咩呢？係如果你好中意一樣嘢，你繼續去做，你就會有好多你意想唔到嘅事情發生。